来，这个中国的解放军昨下晡是向台湾周边的海峡来发射11枚东风系列的弹道飞弹。这是中国真骄傲的一套飞弹系统，要射近、要射远，拢会使哩。尤其是东风17，是世界第一枚讲是有实战能力的极音速的弹道飞弹，就参美国军拢也无迄个材料会当甲拿炸。另外，中国阁依序来出动因上介强的抗55型的战舰到台湾的东部外海，就是要对台湾造成心理压力。中国真骄傲的东风飞弹系统运用伫对台湾大规模军演，公布证实昨下晡中国分别对台湾北部、南部、东部海峡发射，总共发射了东风系列的弹道飞弹11枚。虽然国防部讲这摆飞弹无飞过台湾的领空，不过东风和中国民众以东风快递书面表达，来显示对这个飞弹系统的信心，都是因为包括远中近射程。发生的这些东风系列的11、15、16、17哦，这些都是展现它远程火力打击的这种威力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也把他的王牌东风17。它因为它在最后面要超音速阶段的时候，你看它的弹头的设计是跟一般传统的弹道飞弹的弹头是不一样的。全世界到现在为止，包含美国都没有办法有效拦截高超音速的导弹。连以美军航空母舰、新盾级驱逐舰为加上目标设计东风17拢真罕得出现。另外，卫星伫台湾东部外海翕到，敢若是中国抗55型的慢动驱逐舰。我舰已一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。完成海上警戒风控布置，正与空中兵力联合开展海上封锁。那它是万吨，那我们都还没有万吨，我们的既得级军舰9000公吨，就算通通装满，最大满水量也只有1万公吨，那它都是1万多公吨。它已经接近于飞弹巡洋舰。香港是当代中国上强的战舰抗55型驱逐舰，伫体型已经当拼过台湾军舰，有新型的武器，阁有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，实际战力真歹推测。不过会当看出中国为海空对台湾造成心理压力的企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